2004年提出咗重建祐漢舊區嘅訴求。一邊啦，我先生同我嗰時叫爛咗就唔係啊，送落嚟我唔知道啊，一係揼死我啊！整過啦，我哋嗰啲頂污糟邋遢，廁所都爛咗，我自己糊噶。爛咗啦，黑貓貓嗰啲頂都擔心唔來啦，你有日行日咯。呢度咧係牡丹樓46號嘅1樓，下層咧已經係石屎剝落啦，嗱，剩晒生鏽嘅鋼筋。祐漢舊區依家最需要解決嘅問題咧，就係環境衛生、塞渠漏水、石屎剝落嘅情況。住咗30幾年咯，個環境衛生真係差，又臭又好多水，一晚冇得瞓，係真係個好臭好臭，你都瞓唔到。又多蚊，有日啊，搬啲蚊嚟一嚿嚿一嚿嚿上我，哇！我身都寒埋，真係好臭好臭。其實7個樓群嘅樓齡咧已經超過40年啦。咁呢啲樓宇咧冇成立一個管理公司或者係業主會嘅，屬於一個三無大廈。冇啊，冇㗎，冇物管㗎，乜都冇㗎，自己管自己咯。無論係舊區重建又好，都市更新又好，關乎嘅其實唔單止係祐漢舊區重建嘅工作，而係成個澳門嘅一個舊樓安全問題，連帶影響住我哋區裏面嘅一個治安啦同埋衞生環境嘅。大家可以見到啦，其實到所有嘅鋼筋其實已經外露咗出嚟啦，喺呢個位置。咁啊，所有水都係透過呢個位置咁樣流緊落嚟啦。咁啊，而家居民暫時嘅解決方法就係攞個膠袋咧遮住啲電錶咁樣咯。早幾年咧，針對一個個案啦，係一個康泰樓嘅天井個垃圾堆積成山嘅一個問題上面。咁我哋當時咧通過聯絡我哋嘅辦事處啦，我哋嘅街坊總會啦，係負責人啦，去反映啲相關問題。天井咧差唔多成噸嘅垃圾，喺度咁高㗎，哇！嗰啲被啊、床褥啊，搬落去咪掉落嚟咯。我見到煲煲罉罉嘅嗰陣時係啊，好陰公嗰時真係，好彩你哋幫我哋咋，唔係啊真係慘啊！近年咧，我哋嘅牡丹樓啦、順利樓嘅一個漏水個案啦，咁坊會其實都通過同我哋嘅辦事處啦、我哋街坊議員嘅合作啦，各個部門嘅反映相關個案嘅危急情況，咁亦都聯同我哋嘅政府各個部門去推動改善漏水嗰啲情況啦，係令到我哋嘅居民啦係有一個安全同埋一個衞生啦、穩定嘅生活環境喺度嘅。如果未來有啲咩呢棟大廈嘅一啲問題，都可以俾電話我哋，或者嚟我哋坊會。祐漢舊區其實2000幾個居民咧都係等緊重建嘅工作，係已經超過20年啦。覺得冇等下都，即係唔奢望都唔到啊！等下都頹喪咗咯，覺得由得佢啦，住落去咯，冇辦法啦。我希望係重建啦，有 lift 上落最好啦。重建咪開心咯，最開心重建㗎啦。聽到重建嗰陣時有咩感覺？好中意咯，好歡喜咯，希望快啲咯。都希望喺未來相關嘅政府部門多啲關注，共同去改善舊區嘅居住環境，令到居民能夠安居樂業。北區亦都有一個新嘅面貌。